你好，老友記。今日我要介紹俾大家嘅係芥菜。芥菜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A、C、K， 咁維他命 C 咧係極高嘅，咁增強免疫力、抵抗疾病。而維生素 K 咧就對骨骼健康好好嘅喎。咁佢仲有豐富嘅膳食纖維，咁仲有抗氧化嘅作用、抗癌嘅功能。除此之外呢，佢仲可以對心臟健康幫助到㗎，眼睛都係可以有幫助喎，因為佢好多維生素 A 啊嘛，同埋胡蘿蔔素。咁但係食太多呢，就會容易上火㗎喎，所以注意份量啦。脾胃虛寒嘅亦都要小心啦。咁我今日咧就愛嚟滾魚湯，你哋可以學下我啦，同埋要落多啲薑喎。好啦，今集多謝你哋收睇，請訂閱、留言、分享有需要嘅朋友啦，拜拜。